昨清琳琅仁波切是乘愿而来的菩提勇士，在广大信众心里是获得一切如意甘露的源泉，是闪光的如意宝，时时刻刻闪耀着加持的光芒。信众们听到久别的仁波切就要从国外返回时，禁不住内心的喜悦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与广大僧人一起手捧洁白的哈达，迎接心中的仁波切。因为他是常驻我们信众心中的殊胜上师，是驱散众生痛苦之黑暗的明灯，是富有慈悲的大佛子，六道众生的护主啊，我们皈依您，祈请您的加